原定的人权组织宣布找到第140位被人抛弃的囡仔，这个囡仔大汉已经48岁啊。伊的爸母在生的时反对军政府转互掠去，打过40多档，伊总算伫咧顶礼拜5甲因阿姊相认。5月广场老母的主席德卡洛托，加这第140位防成功吹掉的孙的阿姊安德里阿梅珠，正式向外宣布，这个出名的人权组织又搁成功和这世人毋捌三期的亲生亲人见面相认。这第140位确认身份的，是一位48岁男性，经过基因比对，正式身份，顶礼拜5已经甲阿姊梅珠相认。Dice que fue criado como hijo único y que no tiene familia. Entonces cuando él dice eso, yo digo, hey, acá estoy yo. Y dice, sí, ya sé, boluda. Acá en más es todo ganado para la familia Mex Romero, pero también todo ganado para la sociedad. Bienvenido, nieto 140. 这位男性的老爸老母分别是梅珠甲罗文禄。1976年，两人拢是左派革命工人党的成员。这个党反对军政府。1976年12月，两人受安全部队拘捕。当时罗梅禄已经有生5个月，梅珠后来被带走，到当时下落不明。罗梅禄伫关押当中，伫布宜诺斯艾利斯秘密拘留中心生这个查甫婴仔，也就是这第140位被吹掉的人。5月广场老母估计大约有500位亲像伊这款的囡仔。出事了后，真侪是交由军政府的支持者带走，或者是施暴者的家庭来收养。人权组织也统计讲，罗梅禄也是军事独裁期间大约3万位被失踪的人的其中一位。由法医、考古学家，也有犯罪现场监视专家所组成的团队，按算后礼拜开始学，并且询问分别大约800个伫爱尔兰教会运作的大阿姆未婚妈妈之家的幼婴仔遗骸。There's only one place where we know for sure that there are human remains, and that is in the memorial garden in these subsurface multi-chamber tanks. So that's all that we know is that there are human remains in each of them. 当时爱尔兰社会对未婚妈妈是真排斥，也有压迫。2021年的报告发现，大约有9000位幼婴仔和未婚有身的少年妇人人，伫稳重数十年的收容庇护之家当中不幸过身。大阿姆这个未婚妈妈之家由修女运作，伫进前的危害调查作业当中，发现墓穴有大量的人类骸骨，也有幼婴仔鞋啊、甲尿珠叶啊。这个大型的幼婴仔集体蒙阿波，上一开始是由当地历史学家凯瑟琳·克里斯2014年夜空发现1920年代到1961年之间，有802位囡仔的遗骸被埋葬，年岁对拄出世到3岁拢有，并且发现这个未婚妈妈之家出世的囡仔死亡率15%，正式安葬的记录煞真少。这个机构1961年关起来，了后修女也对无法度守护阿母甲婴仔的尊严来回失礼。公司新闻温文玲编译。